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库内沙率领的代表团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访问结束时，日本地方议会议长玛利亚马先生表示，他将努力争取在日本参议院通过一项支持维吾尔人的决议。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包括世卫会、维吾尔人权项目领导和东突厥斯坦集中营幸存者在内的代表团周一参加了由大阪当地立法者组织的见证活动。周二，代表团出席了日本国会的一次会议。多里坤先生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呼吁日本政客和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来制止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在中国清零政策下，东突厥斯坦一些地区自8月初即遭到严格封城，迫使民居维吾尔人民只能仰赖地方官员救助的有限粮食度日，但部分居民无法取得所需药品。维吾尔人面临饥饿大屠杀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愤怒，其中一些视频是从公开来源得的，被视为中国政权旨在消灭维吾尔人的政策的证据。10月3日发布的1分36秒视频显示，一位母亲正在哭泣，她透露她家住吐鲁番莫迪崎区的22岁儿子在隔离期间遇害。据报道，产自印度的美国苹果手机的出口值过去半年来超越了10亿美元，显示质疑美国个人电子通讯产品剧场将生产逐步转移出中国的努力正取得重大进展。中国抗议德国代表团访台，由基民盟的克劳斯·皮德维尔斯领队的德国联邦议员犹太小组周日抵达台湾。该代表团由6名德国议员组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告诉德新社，中国政府敦促德方遵守一种原则，并立即停止与独台分子的交往。中国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期5天的行程之中，代表团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并和副总统、立法院长和外交部长见面。据美国之音10月5日报道，经历了谈判桌上20年的纸上谈兵之后，一条从中国通往欧洲、途经东突厥斯坦、吉尔吉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计划终于开始启动。这项协议是在上个月乌兹别克斯坦在梅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达成的。这条耗资约45亿美元的新线路将取代中国目前依赖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过境到欧洲大陆的线路。一些中亚国家的居民仍然对该项目持怀疑态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条铁路将成为该地区的经济福音。